好，来继续来看南投县仁爱乡万丰村的农民廖金池，种这个高桃啊，种10外冬咯。伊来嫁接到台湾原生种高桃啊的品种，用有机的方式来种出来的高桃啊，甜度真悬，阁真香。上界特别的是，安尼种出来的高桃啊，大约有3成会变种，变做迄种新型的高桃啊。这种遮特殊的在地农产品，农会嘛积极推广行销。来讲这种高桃的外形，甲一般咱所了解高桃啊无共款，而且伊的重量是一般的2倍。这个无共款的种是果农廖金池栽培出来。那你现在变异的比例大概多高？在整个生产过程当中，大概接近3成。连果农都唔知讲这是什么品种，就是讲种出来是什么型，真甜嘛，加真好吃。甜呐、它不会像那个国外的一个不小心你给它切开，然后就会超酸，酸到会变成这个脸。它这个就不会。廖金池栽培高山的高桃啊，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啊。伊长期坚持有机栽培，就算产量甲收入甲传统未比一，也过互消费者有无共款的感觉。我所有的东西就是用纯有机的方式来管理的。以往常常见到的是比较椭圆形的，非常的不一样。那消费者的询问度也蛮高的。那未来我们在推广上面呢，也会以这个特色去做行销与宣传。仁爱乡农会长期辅导农友发展高山的高桃的产业，今年这个协助进行市场的推广甲行销，有机栽培加上特别的新型的外形，嘛变成农会推广行销的重点。希望讲拍开知名度甲通路。